回事来关心光头白日偷摕人的衫，桃园一个人在人面册社团铺文，讲要动手掠贼。画面公布看到一个查某囡仔穿粉蓝色的衫，敢若是因为假先看衫用帽仔来暗藏，甲人的衫浸入去伊的牌影，动作看起来足熟手。敢若嘛知影讲爱闪监视器，头家讲啊，这个已经报警察啦，也毋过警察讲店头即马还未报警察，也毋过刷来会斗相共业者来侦办，要甲贼仔送办。一个穿粉色衫的查某人，戴帽啊，搁挂目镜，来到衫担进前，遮敬一个，遐敬一个。这时，伊摕一领粉色的 T 恤比比一个，原本摕伫个另外一只手的几啊领衫，甲钱伫骹遐去。过来，伊就偷青换斗，甲帽啊踩落来通扎着。另外一只手紧的把这个衫甲塞入去看牌仔内底。等到伊搁徛起来时阵，拄头遐个衫拢互去塞入去牌仔内底啊！一捆仔囝尔，五领衫拢互偷摕到手。这个查某阁想讲拢无人知，其实规个过程拢去互监视器甲翕落来。有民众伫个面册顶悬铺文，阁甲搭这个影片，顶悬写讲桃园的服装店咧赏金掠贼仔，提供3000块的赏金，引起这个网友热烈的讨论。有网友看了后讲，这个查某是专业的贼仔，伊阁知影爱去查这个监视器。看伊安尼正熟路，有网友推测讲应该是累犯，建议直接来报警就会使哩。到目前为止，尚未接获业者的一个报案，那本所会主动联系那个业者完成报案的程序。那目前已经掌握到窃嫌的相关特征。警方嘛表示讲，目前还未接到报案，不过嘛会主动来协助业者来处理报案的代志，而且嘛已经锁定这个贼仔的特征，会积极来查。无要互贼仔通逍遥法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